那李嘉文的农舍的话，因县政府他用一个违反空污法，这个我们也难以理解哈为什么他违反空污法哈？那么反正县政府就是这样子裁罚嘛，因违反空污法的话，那么仅罚了2739元，2739哈。到目前为止，我们不晓得下文到底是怎么样，再下来的延续的话，也不晓得会怎么样，我们都完全都不知道哈。好，那张义善表示说因为农舍的话都一切都合，他张义善在这里指的就是因青博阿宫了哈，青博阿宫他表示青博阿宫农舍一切合法，若有违法的话早就被拆了哈，显然的话是选举抹黑。那我们就再来看看的话，到底是不是选举抹黑哈？事实他们是违法的房子，不只是一栋，在里面的还有4栋哈，还有4栋哎。好，那我们看看就是这个4栋，我们再看图面所显现出来的话，第1栋、第2栋、第3栋、第4栋，那坊间大家在谈的青博阿宫最夸张的就是这一栋。那这一栋也是他据称的话，就是他认定，因为在边边的话在边边的话就是不利于耕作，就是指的就是这一栋。那么这一栋的话，也就是我们坊间常在讲，就是长大、长高跟长胖违章建筑，大的违章建筑就是这一间，这等于是全台湾的话最豪华、最超级的超级违建的一个大农舍那么其他这3间的话，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违法建筑连建造实照都没有。所以我要说的话，在青博阿宫来对这个整块这整个那么偌大的面积里头的话，他们家的话就有4栋房子不是违建，不然的话就是违法的房子违建违法的房子好，那么张家俊声称说，这个农地是因为经过认定较靠边，所以不适合耕种的土地，才向公所申请起造。但是请问，这个不是耕种的土地这个认定2个字从何而来？认定2个字从何而来？政府认定它是什么？政府认定它是农业的特定区。那所谓农业的特定区，代表什么？它就是优良农地。好，那我们再看看张家俊的话，在他的脸书里头写说，因为较靠边而不适合耕作的土地。那我们看看你看看，在民进党县府跟公所的话，监管下核发的建造跟实照，它是怎么样？但是后来呢，长大了又长高了，然后又长胖了，就这样所以它基本上这一栋超级豪华的大别墅的话，它是什么？它是一个违建是一个违建的农舍好，那么再看看这一块就是这块四四方方的田地他说靠边不适合种那么是他自己认定的，我觉得他应该接受公道。那么国产水去勘察青博阿宫的话，认定张某为涉嫌的话占用国有地所以我在这边要特别举出张家是比李家怎么样更罪加一等是更罪加一等。因为呢，它不只是一个违规农舍，它还有占用它还占用的国有地的话，它是窃占的国有地。那么窃占的国有地的面积是达92.46平方公尺而且它在它这占用国有地的面积里面有怎么样？我们看到有种了落羽松，旁边还有盖了一座什么这么招待所的对了那么第2个问题，我们就要讲说，它是无权占用无权占用国有地，它涉及的刑法第320条窃占的罪。他最重的法定的本刑还是在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是属于什么非告诉乃论所以地检署应不应该主动侦查？如果它是个社会瞩目的案子，它是应该主动来侦查